各位世界各地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。今天师父要给各位报告这个题目，叫做“你所说的话，就是所修的路”。那么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公案，我借这样一个因缘跟各位大家介绍。有一个弟子啊，跟着师父进城去化缘。进城以后呢，车水马龙啊，非常的繁荣。弟子们就说了：“师父啊，今天我们肯定能化到不少东西啊。”师父呢不讲话。弟子刚说完了，有一个人狠狠的从店里头扔出一个玻璃酒瓶呢，碎了一地。师父呢就停下脚步，弯腰去捡拾玻璃的碎片。弟子没有办法了解，就问道说：“你多管闲事干什么？反正啊，我们也不常到这个城里面来，玻璃呢又砸不到我们还是赶紧去化缘吧。”这个弟子这么讲，师父指着不远的地方向他们走来的一个人就说了：“你看见了吧？他拄着拐杖走在这个道路上，肯定眼睛不好，万一被玻璃砸到怎么办呢？而且这一条大街上人来人往，碎片呢很容易去砸破车轮呢，还有许多人穿着凉鞋呢，若不小心踩在上面是会伤到脚的啊。”这个弟子听师父这么一说，为师父的善举啊，心中油然起了恭敬心。他们就将玻璃碎片全部都捡起来，倒进了垃圾桶里面，然后开始化缘。师徒两位呢，在一家店铺的门口化缘的时候，这个店老板就一脸不屑、不怀好意的就骂他们：“像你们这样穿着和尚的服装骗人钱财的，我遇到太多了。你以为穿个马甲，我就不知道你们行骗的行为吗？还没开张你就来要钱，真晦气！滚开，滚开，赶紧消失，不要影响到我的生意，否则我要报警哦。”面对着这个无理的指责谩骂，弟子就准备跟这个店老板理论了。师父呢就拉住了他，说：“施主啊，请息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了。祝你生意兴隆，能够广结善缘。”他们刚准备离开，结果附近的一个店主人就走过来了，对刚才无理的那个人就说了：“他们肯定不是骗人的，因为我刚才看见他们扶着盲人过这个街，而且还把地上的玻璃都捡到了垃圾桶了。如此心存的善念的人，怎么会骗人的呢？”说完，他主动的给师徒两位送上一份心意啊，并热情的来祝他们一路平安。师徒两位呢，微笑着鞠躬，表示谢意啊。弟子就说：“师父啊，世间上还是有好人相信我们的啊。”师父就说了：“记住，我们所说出的话，付出的善举，就是自己所修的路啊。心存的善念，路不会断头。你付出几手之劳，缘也不会尽头，总会有人扶你一把的。”各位古时候的人就说了：“良言一句三冬暖呢，恶语伤人六月寒呢。”善良的话就像春风一样，使万物萌动生机，明媚灿烂。恶言呢，就像一把毒箭，阻挡有爱，使这个爱的心意凋零，善良会枯萎。我们所说出的每一句话，就是铺在今后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块砖啊。而好的人缘就是好的材料，有了好材料，铺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就会有好的未来。所以我们人活在世间上这么短暂，生命这么无常，今天不管你碰到你喜欢的，或者是你厌恶的，都是一种缘。恶缘善缘都是缘嘛。我们呢就要想办法，当下给人安心，给人方便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欢喜。
这是我们活在世间，如何把过去的这种恶的因缘消除掉，让你在往后的日子当中过得非常幸福、很惬意。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。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关联的，如果没有前世因，哪里有这一辈子的果报呢？所以为什么佛陀这么慈悲，叫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念佛？因为你念佛的功德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，包山包海。你只要好好的念佛，跟人家回向给对方，不管是哪一个欺负你，哪一个藐视你，哪一个讲话故意来讽刺你的，你都应该要包容他们，而且念佛回向给他，那么这个恶言呢，自然就消除掉了。以后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就非常的开阔、幸福、很自在、逍遥。所以我们要自己珍惜自己，要存好心、说好话、做好事、带笑容、多念佛。如果你秉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自然而后所有的事情会迎刃而解。我们今天将这个公案向所有各地的莲友们来勉励，除了我们心存善念，一定要勤加念佛，大家多去成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